中英文逐字念成是 Extra Speaker 的操作过程，部分文字读音错误请自行更正。郭长城老师校园4B 观光摄影作品网站文字内容分享推广非盈利用途。本网站87.10.10建立。一作品目录未加分类。2大同高商活动纪实。3旅游小品类。网站作者郭长城字。4我爱火车。5动植物观察类。6网络搜集。一作品目录。1制作时间先后排列。未加分类。2008 97年梅山赏梅。97 97年出胡子国中校庆创意进场。97 14 96年大同高商12月份大同之星颁奖。97 17 97大同高商实习商店大拍卖。97 11 97野生拍团体照。97 36大同高商潮会时间潮湿化。97 18 97年大同高商赢家市中小学。97 29 97年嘉义市中小学联运开幕式57 20 97年毕业生各班拍生活照。